好啊，咁啊，我就唔喺香港啦，要用 VPN 去呢個投注啊，有啲吃力同攰，因為都唔穩定有窒，咁但係 OK 嘅，睇 YouTube 都順嘅。好，咁啊，講第一場啦，第一場一個爆波都爆得幾快啊，一嘢爆到14、10號，咁之後呢，下一隻再爆呢，就係一啦。咁啊，冇理由買兩隻㗎，咁相信大家都買得實，仲要有孖下。第二場呢隻呢，即係叫做開心啲啦，自己有份中，因為買嘅時候係30幾倍，又有孖下，咁啊諗住再整多整呢，唉，對兩槍，但係而家係兩槍細嘅算啦，因為都要靜待呢個方法攞個節奏咁啊 OK 嘅，但係哇呢一場呢個派賽呢，攞走咗大半。最慘係隻12咧冇波加成，所以變咗咧，哇嗰、個回報咧好差好差。咁啊，第一槍咁啊細細地，第二槍咧就再整多槍，咁啊收翻萬零蚊啦，但係買都買咗幾千蚊。OK，咁啊得翻3倍回報到，即係問題我哋係賭緊一隻馬係35倍咁啊，係咪先？今日啲飛咧都幾狼死，幾猖狂，再加埋莫雷拉第一日嚟咧，贏咗4隻定5隻 win 真係，唉！你買佢啊，坦白講就唔係我杯茶，即係唉，我都唔知點處理佢。而家佢嚟咗場場熱嘅，佢唔會有冷馬嘅。最慘咧，音樂椅咧永遠壓咗個窿，佢同潘頓是但一個坐咗喺度啦，唔死嘅。第三場七。靚噶啦，40幾倍紅波孖下。今日呢啲 pattern 就中咗第二場啦，但係俾人搶晒錢，係嘛？呢隻一啊慘啊，好積極擺錢噶啦，咁啊再爆呢一度 confirm 係佢啦，啱啱啊？咁啊，你哋唔知買唔買一次係3咧？雖然都係輸啊，呢啲要好快。好啦，我哋睇一睇咧第5場，又係3號，OK。咁啊，之後咧就再爆波咧，就爆4啊，有權買晒兩隻嘅3、4，但係去唔到5啦啩，真係慘。而家就係跑喺5，不過算啦，呢啲唔使恨。最尾咧開跑咧係5倍嚇、啊。第六場啊，買100啦。但係咧，其實咧而家買偏少咗啦。呢一場第7場。好靚嘅衫，藝術品咁樣嘅天然數字。第8場啊，2號啦，係嘛？2號啦，個個都係買2號。即係如果你再貪心少少咧，可以買埋100嘅，但係唔買5噶啦。好啦，尾場呢一隻慘慘豬，因為0分鐘嘅時候咧，佢個波咧係1啊，所以就唔係紅波。但係其實最後落飛咧，就係呢一隻最強嘅啊。咁啊，去到呢一度你已經差唔多要買，咁啊，可能你會揀咗6㗎，咁啊26啦，我買少少8，買啲2都唔買得多，唔買得多，叫做幫補翻注領兩注啦，嚇就係咁。除非你見到呢一度呢一嘢啦，但係呢個好遲㗎啦，呢啲出閘㗎啦，冇得睇。你最多去到呢一度嘅啫，即係其實係未至於好 eye catching 咯。即係唯一係因為難，你買前面冇意思，啱唔啱啊？所以亦唔會買得多。即係你問我，我覺得全日最靚而買得多已經係中咗㗎啦，就係第2場。哇！你睇臨尾咁樣，如果見到咁樣，我淨係想退飛添啊！即係2號，因為隻7號啊，隻7號真係狼死到咧，佢都影相贏嘅啫喎，就係咁啦。咁啊〜今日用紅波咧，就應該主力係中第2場多咯，即係叫做最靚。咁亦有呢啲 pattern 係輸嘅，今日就麻麻地。阿雷神，佢仲要去到季尾，大家話點算好咧？今集就到呢度，拜拜。